呢4年九龍西嘅民生大小事，文港都會親自走到你面前，為你想，細心聽，認真做。文港咧好關心我哋廟街嗰啲販商嘅，佢知道我哋想買啲包裝食物咧，即刻同食環署反映。文港咧之前又喺立法會嗰度提咗點樣活化廟街食肆。如果我對阿梁議員嘅印象咧，覺得佢哋係非常之親民嘅，又幫得手。電視機睇到你啦，話參選啦。你哋每一句支持，每一聲多謝，都係我向前嘅動力。文港就幫我哋極力爭取喎，咁卒之都成功啦，繼續咁經營。我哋廟街咧都旺咗好多，真係好多謝文港。多謝你啊，文港，我哋支持你，我哋支持你。未來4年，文港會為你想，我哋一齊為美好嘅九龍西繼續拍住上。10月7號，請大家投票支持我3號梁文港競選連任，多謝。唔係幾好啊，非常之好添啊！